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福气来嘅》，我係吳依玉。今日來到香港嘅來賓呢，有點難定義哈啊！我們好多人睇大嘴股前六，兩個人先哭一輪，好，大家一定會歸好奇哈，都在一齊做安多嘛嘅事情。我只有一啲關鍵字，如係以係歸熱血嘅人啦，哈，分享做 Mandy。主持人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。Mandy 係對家東來，係，係對家東來。啊，5年前有來過，啊，家下唔係捱訪問 Mandy，唔過唔家下嘅主題個詞目嗬，就係教老人家用智慧型手機。啊，一擺呢，我哋會有唱到，亂嘅小可可以連結到，也人有點怪怪的哈，就是怪怪的熱血的人啊呢。啊，唔係1多年前成立邊個粉絲專業，家東同家東有關嘅。家東廣播站，係安尼，我一開始做邊過來嘛，吼，我係去公司喺上班，吼，禮拜因為上班然後家攏唔知講安尼鄉下吼有乜個新聞啊，還是講有乜個村莊喺風霜乜嘅啦吼，因為有拄好我隔壁都喺迄個村莊，吼，故說伊喺風霜乜嘅安尼上班嘅朋友唔知啊吼，有人問我，禮拜安尼根本啊吼，我都免講安尼真麻煩。吼，我又把叫隔壁去到村莊問，我又唔係村莊，吼，故說我都免講，既然喺個風霜嘛，吼，故來我都成立了一個家東廣播，吼站，因為偏偏大部分攏係乜個大小事啦，吼，攏安尼係，故說。家東廣播站嘅原因都係安尼來嘅。哦，啊，唔係自細就睇家東台。我都睇讀高中嘅人有出去，讀大學安尼。啊，唔過一般人人普世人咧都會想要離開陸家一樣嘢好啊吼，唔通會對銀行係多進來故鄉咯。因為我免講，我爸爸媽媽吼攏睇木卡啦，吼啊，故說免講都做迄邊。吼，我都去睇我哋鄉下入邊睇前條路，我都睇公司做嘅15年嘅。哦，睇私營公司，做15年。係我退伍嘅，應該講我爸冇退伍啦。我退伍你攏爸冇拿到，我都先去報到嘅，都睇邊做嘅15年，又離開。過嚟又幫拿到也鄉公所入邊度安尼。哦，更加睇鄉公所，不過唔成立嘅家東廣播站嘅時節，係睇私營公司。係，也係辦喺私營公司。哦，咁如果你心咧，吼，其實你就是一個村長性格嘅人，吼，雖然唔係做村長。人講嗰個雞婆啊你啦。好，你有講過未？你以前過後上路安尼，嗰幾波嘅人係咪？係啊，你乜嘅人講乜嘅攞啲菜客啊你。吼，咁我冇遇見村長哦，嗰種鬼適合呢。冇啦，村長都喺一定你冇隔壁喎。不想要把他幹掉啊呢？哦，是這就安尼，都係熱心嘅人。啊就係以前過後服務大家會。問聽書嘛嘅，唔就過係同人聽書啊。錯啊，如一係我啲一個廣播站成立嘅吼，我有一種想法啦吼，因為一條老人家吼，因為睇木卡，唔過一細年攏家攏睇媒體睇達標啦。吼啊，因為要免講，我哋鄉下乜嘅事情，因為攏唔知。啊，故說也問呢種嘅網絡啊吼。真發達啦，我都同家東啊乜嘅事情，我個嘅雞婆啦，雞婆啊，我有特別講上去，因為細年吼，你要打電話，吼，一開始要打電話過來電咧，阿爸咪講，因為以前吼攏打講天氣好呢哦，吼，我加啲衫褲，係錯，加個曉衫咧，後擺睇冇俾讀書啊，吼，可能要同因為爸爸媽媽講。媽，我們讀書冇錢的哦，寄錢落去哦。以前可能攏用安尼方式睇關心安尼，睇人啥，吼睇木卡安尼。我免講吼，安尼做也好，以為打電話來講，爸媽，我仲講哦，我們家東一邊有乜嘅事情哦，吼要停水哦，停電哦，吼要涼乜嘅哦，乜嘅，因為打電話冇路，也咪用賴，吼用賴嘅方式對你木卡人講。哦。
係啊，因為有用路，我咪講呢，因為我離林路路過遠嘛，我喺台北，啊，下擺正經係嗰種同林路有關的嗰啲群組啊，吼，無論嘛個粉絲專業，我哋個後生嘅正經都係對嗰啲嘅家鄉嘅事情，讓伊同聽人家講。唔過成立嘅也冇咁簡單吼，因為我充實嘅內容，咁你如果想辦法去，都大家可以自己貢獻嘛，吼，新嘅手寫。唔過你也要變萬事通嘛，係啊，嗰種我都一青島鄉親講，哎呦，去到去個奧多拜啊吼，有睇總督安尼撈來撈去安尼，大家如果看到，係啊，嘛個有嘛發通，有個看到呢，吼啊係真奇怪。啊，伊問我講，啊，是也咪睇做記者咩咯？啊，講唔咩啦，然後負責家動嘅朋友嘛個發通，啊，我都同他家人講，吼啊，安尼，他鼓勵他家吼，因為可以出來，吼啊，朋友伊咧路個，我朋友咧真感動嘅路個，有因為後伊個每體外國，吼啊，伊有開乜個店，因為伊啲伊阿爸吼，正好食新款嘅東西，有乜個新嘅東西，伊會聽阿爸講。啊，海擺有乜個開幕的嘛吼，安尼家動有乜個店有開幕的，伊都傳俾阿爸，啊伊阿爸吼，伊要騎在那種奧多拜吼，騎出來去請，啊伊去買落去，嘿，佢說我們講誒，也可以買一種啊吼，很太年殺，吼鼓勵太年殺，可以行出來，同他家人來溝通下安尼。冇想到成立為只嘅粉絲專業可以有安泰嘅作用咧，吼，唔怕一回事咩冇想到按到。好，實際上講有一個交流嘅地方，唔過冇想到可以擴散到安尼。係，你單純你人哋你人講嘅風騷，吼，我對家動鄉入邊啲家總督嘅事情後來做風騷，唔好講啲家鄉有乜嘅事情，我唔知，我唔知，按喺那睇下邊講唔知，啊，嗰時候我要來做一開。對，同風騷同他家人來啲安尼。請問一下，你喺鄉公所嘅正職係做乜嘅？哦，我因為喺哪部分？我因為喺鄉中嘅機要秘書啦。哦，各位客戶哈，人家做一下很多事情，其實也蠻像你機要秘書會做嘅事情，可是那個是你自己分出來給人家服務安尼。係啦，你本單咩會做嘅？係因為一個冇講規天時嗰一種嘅，啊，你接下來要從多多嚟講咧，吼啊，你。感通七家，那有辦法就感通騙你，啊要到太年上，你講因個感覺啊，啊本來真感動，故說我一定會擱做落去安尼。咩意面呢？我哋我看到我哋今年我講到嘅後來嘅咩理也做到，嘅號召嘅能力越來越強嘅吼，就係同嘅興趣咩有關係。你嘅興趣除咗計步以外，美國好看語文發通，吼錯冇？嘅興趣係用嚟開始嘅。我一係睇作品一係吼，我都嗰種嘅大學畢業，我都作品，啊我做係嗰種嘅紙質替代役，吼，因為紙質替代役吼，甲個冇人哋。啊，也都係指定職務誒，係啊，一般嘅替代役吼，伊分兩種啊吼，一種都係家庭因素誒，吼，可能係木卡吼，可能有長輩啦需要照顧啊吼，啊，另外一類都會講你有特殊專長的，啊，因為我青好判發通，故說我哋講，我做兵也2年嘅時間吼，冇弄hết，吼，啊，我哋講好，我哋請，啊，嗰時我要請到一種嘅文化役。係，因為以前啊吼，念到文化中心啦，也咪念到文化局啦，係，啊，一係我做邊吼，我要睇台北，啊，過來因為有一個種嘅，我記得有一個宜蘭童玩節啦，真有名，我一係我哋睇一種嘅做邊啊，他家人都明講，我來一片，因為吼睇片做邊啊，判發通有時得了，哦，安尼睇下嗰種。呢個仲係佢強順啦，係又好了，又可以一2年，啊一係我做邊啊，都去分發嘛，我哋有測驗啦，啊我都排第1名嘛，啊故說我問講，我一定可以有辦法去宜蘭嘅童玩節，啊我都打電話過來，邊個嗰種嘅也蠻嚟食啦，吼，你以前嘅嗰種嘅，係做，啊我哋講下來一片，吼，伊糖多吼，又同我講。唔去啊，唔去講先啦。啊，望人哋都冇用下，冇叫下啲啊。啊，係講做埋咯，講哎呀青燕咧，體驗咧，係體驗咧，喺宜蘭咧，啊係講哎一片一種嘅
有拍呢，爱讲阿蒙愈托困心啊，有甲个难铺的嘛。古说爱愈最强呢，愈睇冈山。哦。以前愈迄种冈山文化中心啦。就去到嘅，就开始唔嘅兴趣，你的兴趣都好奇怪啊！愈因为环境的关系啦，俺到文化中心吼，俺愈有负责到迄种的演艺厅啦，愈人家们讲的表演艺术的一个素材啊。嗰种唔嘅判就迄边啊讲，去到嘅人体做呀按到处批判的事情，愈爱强下，所以可能前台后台愈爱接触到，愈爱做。薯票啊，也做乜嘅啊，吼，就愛接梯啊，也就攞去做。又把哪天貨，我就等迄種樓梯哦，看伊個。哦，蠻多嘅人，愛比嘅天貨。伊比看伊度好，又要帶伊去哦安樣，又要坐睇保留時嗰邊，看啥行到有乜嘅正常，還把我行啊，安尼。哦，你可以順沙看表演。錯。哦。伊係條海吼，我感覺差唔多，你都眼嚟重點嘛，眼嚟聊一下，我都做嚟談咩味講，而係精彩嘅同一個語文相關嘅故事。非常多陣來復起來嘅現場，今日嘅來賓們為頭都講到，伊對伊家庭嘅感情吼，本意成立俾一個家庭廣播站，吼來本大家交流嗰度睇些事情。啊，因為伊個廣播嘛，吼，伊開始個好辦法通裡面去做替代役，你接觸到嘅嗰度語文發通，啊，你應看因中意嘅。係咪？你引起錢，或主動去錢語文活動。因為係因為周邊的關係啦，古時候呢，如果睇中等迄種嘅表演嘅啲場次嘛，啊，還擺坐喺預備時嗰邊吼，咪如果多麼水啊，又唔可以關嘢，啊，唔過慢慢見看吼，你會看到家中邊迄種嘅聲音嘅，像啊，因為有那個哦，啊，又有個感動嘅，個感動嘅安尼鋪安尼，啊，慢慢你坐喺邊吼，我又問講誒。喺擺我係有聲音嘅吼，我咪係愛來一種嘅帶聲音來看一個安尼。哦，加下安尼嘅想象，可以理解哦。因為嗰度嗰種做本情節看咧，嗰種戲啊，聲音咧真係看到嗰語文咧，或者嗰聽安尼，嗰種加下都有想啊，我有加有聲音咧，要帶人來去看。你也真的做到，係咪？你們是不是？規路卡人叫下去追劇啊！哦嘿，因為你做迄邊嘛吼，啊頭家嘅吼，啊講聲音嘅，吼啊，人哋有海路有咧迄種嘅紙風車劇團啦，吼，因為你睇全台安尼睇每個鄉鎮吼，睇做去本一條聲音嚟看，因為冇辦法有個聲音吼，還是家長，因為冇辦法帶去迄種嘅演藝廳啊，還是以前嘅乜個文化中心，吼表演藝術廳地步去看，吼啊如人哋都看紙風車有安尼嘅訊息吼，睇冇俾有啲戶外場嘅演出，啊人哋都慢慢地帶聲音去看安尼。啊後來都係迄咩係發起嘅募款，係，因為人們講啊吼，你因為我攏帶我聲音嘛，啊因為一台菜，吼，你差唔多坐3-4個人嘛，吼啊你有個家長，伊都冇辦法講帶等伊個聲音去，啊伊下我如果我天數追，吼如果我天數追落去，看那個附近的一種嘅有一個演出，啊我都追等去。哦，係哦。係，我追等一個。成功同學啦，4年嘅同學啊，家長嘛認識啦，伊嘛請風成功學啊，無路呢，因為伊面嚟去上班，去做事，啊，本案嘅，吼，天安嘅，強下去安。哦，像安尼家長拍無幾多吼，因為佢當然會想講，應該拜六禮拜，佢開啊，佢聽啊，上去聊啊。係啊係啊。啊，唔過人都愛佢有。真嘅我有個熱忱咧，人我想講哦，我無睇路卡安尼耍費，迄等到帶恁規路卡人去來看戲安尼。係，啊伊面我做一個生意吼，伊要同我講，啊，我哋家庭吼嘛，親到家庭冇辦法看到，啊，因為攏做嘛攏愛睇一種嘅平同嘅一些鄉鎮睇做一個演出，啊，因為做嘛都唔辦無愛來我哋家庭。
伊安尼讲吼，伊免讲会嘿啊，安尼规矩安尼就情况先啊，可能想办法避因的落安尼加动一片演出嘛。俺都打电话去本纸风车，来提问讲下，我用伊做，那有办法因的落一片演出安尼。因为我攀一法通吼，我本他干的我认同。俺都去游的，差不多3腿游览场。也3腿游览场嘛，迄人捐献，也个金额，安尼有抢查伊，安尼抢查伊，也系安尼都有迄种个国小的学生伊，变家长，安尼都向下去动工，还有打电话去问一个剧团吼，系啊，讲可以同安尼保留一个美貌，望安尼差不多有8个学生要去，迄莫错向下。安尼睇年啥变生年本过来安尼嘛，真麻烦啦。剧团都讲好，是得可以同安尼保留，安尼都向安尼过去。你讲伊能来家动做以前，能先去上庄游览场，去到东港看。我成本人也着家长认同嘛，讲也个好看嘛。安尼想办法，是得来电的邀请来安尼家动，本也着今日迄无来的人。对变来看安尼好嘛？我係先想到，我本睇家己講，我更加我想去做嘅迄物嘅事情，我前面有個團體，伊能我做嘅戲係用嚟嘅戲，人哋先去到東港看下先，可能有認同嘛，有認同當有可能想去出錢。因為一個人嘅力量啊吼，當然想辦法來請他家人，也8個嘅家長吼，睇人啥，因為有認同，嗰時候人哋都印宣傳單。也宣傳單當然，如果對你講，人哋愛募款的嘛，人哋愛有辦法，啲家來一個籌備一個金額啦，如果他家人哋去有他家。你家下成立嘅家動廣播站未冇？10年前。我辦冇，4年前辦冇。你家下都係啲私人公司嘅員工，他家有唔認識？一係失敗式啦，係啊，一係失敗有式，因為細年你又開始喺讀書嘅吼，人哋都會出來去老年嘅啊，因為我做家長會嘅啦，嘛個成員啦，好教育攏嘛要安尼，有冇攏安尼用叫嘅啊？本來阿爸做好嘅啦，安尼。嗰個有一些嘅人脈嘅，睇下也唔係講對人安，因為有人講唔係喺家動態嘅。都係家動人，安尼。佢說睇下咩有18人生安尼，你都去發傳單，講想去做一件事情，可能咩想講，有上莊有人查人看過嘅，佢可能睇下會認同，家下嘅結果係樣嚟，睇下真人都馬上認同嘅。係啊，因為我辦記得咯，我迄種嘅每禮拜5吼，都囤他家人嘅錢吼，人哋都數好嘅，人哋都拿迄種嘅禮金簿，人哋都做定期，定期方來，人哋都會幫我哋名錄單方去，本人哋講，人哋這些有囤嘅錢，人哋數嘅，人哋有轉過去，安尼，迄劇團一邊又要開迄種嘅數據嘛，伊都差唔多1張嘢又要開落來，人啊發去本人咯，你一家安尼發咯。係哦，因為想講藝術嘅，嗰啲份都係每戶幾多錢？嘅數據係一種開嘅。你想講一家人吼，佢一度一項藝術人都冇有做定期嘛，嗰時候一項數據過來嘛，貴貼邊呢，發幾舊呢，孫生人因為藝發嚟後，嘛孫生電嚟講，那叫去做一個劇團嘅一個體系安尼。咁安尼貴嘅師生班10度車來花1嚿，20年。唔本單按數1嚿？1年。因為人民講冇做過，應該冇你要參與嘅種嘅啦。伊問問講。做嘛？我人哋出錢，我來做一個咯。伊出去嘅有乜嘅好見咧？又免個政府啊，有乜嘅？還是講鄉公所出錢啊，政府啦，還是講乜嘅公司，迄種係新嘅公司，我出錢我來做迄本安尼，
看安尼嘛。超过一般会安尼上。一般会安尼上。我做嘛要出钱咯，我一出去当然政府会做本安尼看啊，大家看免费的看关的嘛。结果200年。伊遐个基北启示录迄会分一条乡亲，他讲因来迄种的参与吼，但记得有咧阿婆同来讲哦，伊同来讲，许生伊来出100元实得无？可以写伊名音无？因为俺拢拿定迄种的礼金簿嘛，俺讲实得啦，唔怕，阮若帮俺用写，过来。有学生用是100个，俺拢伫写落来哦。写落来都要可以咧数记落哦。咩用是100个？学生诶。学生伊佫说俺第一摆吼，伊阿婆同来讲，俺要出遐个100元。俺一年俺一定要来。伊要有一种咧参与感。俺要参加呢，佫说伊有对迄细年，阿婆要出100元咯。迄我做起个，俺要等来看咯。哇！俺第一海，俺咱问讲，遐个计划启示录，我来办遐个参与，彩梯来参加安尼心情啊。无像因来讲咧，伊咧政府还是讲伊咧私人公司。伊出遐45万，摕片做戏，伊从阿婆讲啊，伊讲俺嘛个事情咯，做个，做无？系啊，我睇木卡讲爱听戏，无嘛个关系啊，伊无安尼感觉哦。第一海，俺看到阿婆安尼同来讲，他们讲错哦，我本他讲人有安尼参与感，有安感觉。不说俺海俺文章俺录写150。拢唔怕，我都会爱用来参加安尼如何？几好呢！我还记得个10年前加起来有1多人捐嘛，捐钱。人次。一下讲300-400美到遐个吼，啲剧团吼演伊哋吼，因为伊要动迄红机啊，米咧伊嘅名嘅红机啊，伊要点啊摕伊舞台嘅亮片啊，伊嘅迄种咧。伊表演啊，迄活人摆是嘛吼，伊买唔打摆啦，因为太多年啦，係唔打擺，要冇人哋講數曲停一片，要夾起埋，難怪我做到T300嘅，好，加詳細情形係用嚟，我哋底下聊一下，個場面美同我哋分享。非常多謝來福喜來嘅現場，今日嘅來賓們為呢對台下員工都以，我講我對地方工作嘅事情係用一種個有創意嘅方式，吼由大家共下，唔係講我自家一個人愛做嘛嘅，係我講我有個事情改好，請劇團來做戲改好，咁我哋大家共下來參與，多多們為講到，因為10年前445萬元。有劇團來到家動做戲，有300-400個人捐，也45萬幾元。故所以佢都係小額捐款。maybe 韓國一定要寫個數據，你嘅數據咩寫方式咩個貼片，還有個第八題，個劇團幾年做戲嘅時間旁邊會有很多紅紙。因為一般吼，唔係講寫吼，譬如講王小明啊吼，安尼34吼，安人看到甲佢無嘛個感覺。後不說我也有寫，吼，譬如講安尼吹氣吼，賣身條嘅阿姨，我有安尼寫。不說看到人有個人講，我們家庭有賣乜嘅哦，吼，有賣個東西安尼，請特別安尼。我有創意呢吼，難怪係對學生嘅時期都過辦法同嘅人，後尾面對我以為冇嘅。做，以為冇嘅，像我食嗰個。不就是有啲水木毛咯？我佢見面有啲毛嘅安尼呢？係真嘅咩？唔會不是就睇面有啲毛嘅嚇。如還擺有安尼嘅點子安尼嘅創意啊！因為10年前有安尼安好嘅一啲經驗，10年過後又有100，有100有募款有成功嘅係咪？係2024一個劇團，譬如講我
准备要结束了啦，吼，都也个368个乡镇，吼，都喺迄种诶9月份，要做说的，俺个谈到，俺们讲，安尼机会又开始又来呢，又做过来有他家来做一天安尼，大家一起来那个一起来募资，然后来完成也件事情安尼。结果也败嘞。也败，他家特别有尴尬，一张年，冇到一张年呢。哇！如达到目标，中到一个钱的呢。哇，咁唔怕嚇到哦，有嚇到嘅安尼。從輕感通啦。因為一個人吼，算講，如果面到講4年前，安尼做嘅事情，4年後又做，嗰種我一擺我又去問一條店家吼，有個朋友，伊講哈，時間按夾吼，按又4年又過嘅哦，擺有伊個學生一下，如4年前有看一個，伊如拿錢過來。又同我講又喊我叔叔啊，我拉嘅同學講叔叔，我4年前有看過一個劇團嘅，也嘛我畢業嘅，我出嚟社會睇4條路嘅，我嘛有賺到錢嘅，一個唔同係一種嘅，因為我愛用本我嘅學弟學妹有一個機會嚟看。哇，咁談到貴單嘅吼，係啊，過來我都看伊個網絡嘛吼，伊有安尼寫，我真係真感動。哇，貴讚咧！4年睇嘅。係啊，萬歲我有獲得別人的恩澤，更加我有能力嘅，我都貴感動人咧。咁安尼。募款能力應該對自己很有信心哈。你想要做嘅事情，佢叫大家就會吸下皮來向下做。因為劇團嘛，仲係伊擺有打電話來啊講，你屏東嘉東鄉係亞滿第3輪迴的第一個達成目標了。因為達標安尼又用安尼有他家人向下來，大家一起。有點類似像安尼嘉東鄉嘅愛攀喜事安尼啦，攀好事安尼心情來迄種嘅。幾好呢！又係英文發通，幾好嘅事情呢。因為每個4年4年攏要目共用嘛，如4年要跟太安尼。唔同4年嘅呢相處應該也幾好吼。一開始帶你能去看戲，我哋現場係看到幾獎牌，係唔能去參加，向下參加嘛嘅活動係咪？一個獎牌如我，因為一個我又擺看到另外一個活動吼，每年嘅暑假，青都吼，如呢種嘅7月8號吼，一個睇行路嘅全台一個睇行路嘅吼，要經過我哋嘉都。我2擺我攏下晝3點人攏要讀到，3年哦，攏安尼時間都讀到。當年咧7月8號會讀到嘅，錯。我問奇怪，按讀好嗰種嘅，嗰種我都開始睇電嘅追蹤講，因為一個乜嘅活動，我那地講，因為每年嘅暑假吼，都太學生，冇都高中，吼對7月1號，因為都對台中，安尼去定安尼台辦安尼一天，總共28日。28年咧，伊個環島，我都問生意講，因為生意太嘛吼，我問講，我來參加嗰陣時冇，過來迄種嘅生意一下又問講，我環島安尼輕甜嘛，伊呢又開放講伊個分段賽，分段咧如果講看屏東行啊到哪尼，因為如安尼一團安尼去接風來安尼，安尼又去報名一個分段賽安尼。T 擺都是安尼行，你行嘅多擺？我哋行嘅我4擺哦。係哦。我擺有去行嗰種嘅苗栗行到台中咧，都分段賽。你都行過4擺分段？分段咧。唔過分段咩幾長嘅距離嘅呢？我哋下擺要斷生意啊，人哋講吼，最特別咧，我哋行屏東一團啊。係我哋行屏東一團吼，如因為一係喺下珠嘛，下珠那麼有嗰種午後雷陣雨啊，我哋睇其實睇行路吼，都唔會妒忌，最主要
迄种色差，因为要拄好嘛，嘿，安尼睇行路嘅要拄好，唔要拄记。啊，不倒迄热心的啊，骑倒摆有无？伊有拿迄种诶红条饼啊，拿红条饼本安尼啦。安尼迄种诶，安尼父子俩，吼，安尼讲阿苗阿四也个吼，迄清早啊，也个迄种小兰杂要工作要安尼啊，嘿，安尼可能迄红豆饼又牵顿啦，因为伊个热心嘛吼，安尼愈安牵顿，愈安尼经行，行啊到迄种诶游鱼团诶，要到迄种诶平东机场迄片诶，落太伊，安尼太赖伊讲，拄好，落太伊啊，也个红豆饼吼，安尼来拄个啊吼，又安尼食，安尼又要工作安尼，安尼愈安轻轻妙安尼经行经食安尼。哦，哇，这一多年前的事情。差不多在3年前。3年前，哦，在3年前嘅。就变得很难忘的回忆呢，哈。嘿，错。不过我相信应该行到过开，系啊。安尼伫早晨8点，行啊到暗晡条10点咧。录音下。系安尼安尼伫平东市行啊到房山。哦。嘿，啊，又经过安尼迄种诶战备跑道。好，因为安尼嘉东迄个战备跑道诶顺向嘛。好，啊，迄战备跑道吼。安尼也系，安尼梁志才在讲啊，讲奇怪，因为战备跑道真深嘛，安尼伫跳看啊都面，免讲圈啊，安尼战备跑道吼一般，因为安尼拢特别村人嘛，拢差不多迄摆开采1-2分钟路过的嘛，安尼行啊要1点钟咧，安尼讲奇怪，那安烟哦，战备跑道经行啊都拢唔会多呢，嘿，愈真特别安尼。哇，安尼用字也叫我行，哇，我相信迄几难忘嘅回忆安尼。系啊。吼，甲新年呢有本唔嘛嘅回馈，迄你印象过词咩冇？有像迄种诶，安尼也蛮新年太安尼，下摆要带因嚟出去嘛。啊，出去诶吼，新年要同人讲，爸爸，安尼又摕一本首饰咯。啊，摕那片吼，有人拿嘛个东西本安尼哦，啊又当然很加油。嘿，因为拢要记得咯，啊，安尼摕那伊咧，人咧盐条下，吼，因为下摆过年人嘛，啊，无路诶落雨，安尼路边啊摕片人咧盐条下，因为湿淡淡，种人人咧木卡嘛，吼，啊，安尼路坐啊摕片天来风，嘿，路唔要行啊乌做，反正路坐等路面都路熟悉，路迄种安尼，新年人拢一天拢记得咯，嘿，啊，因为爱食诶毛鱼嘛，啊，伊要炖爱食，我跟爸爸。在这边休息过，然后在哪里休息过安尼。哦。啊，摆有一摆落太以后，啊，要到终点咧，因为行安旧吼，安尼熟悉布啊吼，都用咧推一片要摩擦嘛吼，啊要轻拖。嘿，啊，俺拢用头安尼经行。啊，俺迄种诶太杂来吼，有同我讲，爸爸，要到终点的呢，剩100公尺的呢，吼。莫用行的安尼去跑起来，嘿，阿苗还等阿苗去轻松咧，行路有安尼两只脚就打开安尼在行的咧，他讲，比如算讲鼓励啦，还讲啊新年路安尼在有爱，有安尼讲，爸爸我们跑起来进终点，哦耶，海啊，这些突然我突然不了，我讲好，啊有见肯定啊，伊真是见肯定爱呢，嘿，因为伊初条前啊，在表面我见头等啊，见我印象最深刻的。你这样讲过，我想到你一开始讲，你做替代役的时间，睇个剧场底部吼，看到戏想讲，我行礼拜带我新年来看，啊，后来我要睇得出，你的个性本嘅教育方式咩非常特别，我讲同你那种搞北嘅就很真诚安尼。你感觉你做呀很多事情对你心态影响系嘛嘅？都算讲要感觉快乐安尼啦。哦，嘿，因为肯定人啦，心情安尼又要好啦。嘿，都感觉正面安尼啦。哦，系感觉嘅做，如係很正面的人安尼吼。做。嗰種你嘅沒有感染到聲音咧，吼，就是說你嘅熟悉部很痛了，還是要跑起來。係啊，都啊，故說後擺因為新年安尼講吼，安尼太人生安尼，如免講。冇丟臉安尼啦，吼，驚莫等安尼用行的吼，小朋友，因為新年伊就親
请假，系啊，伊抽条钱，嘿，伊抽条钱又办个鼓来帮爱你去行安尼哦。哦，我冇想到今日放到免为会谈到按港通人的故事，吼，我相信无论观众朋友係咪港通人，你都可以去follow吼，一個免为所做嘅港通廣播站啊，感覺可能會實質到人哋對這個嘅故鄉會有無同嘅認識同感受，吼，今日非常感謝免为分享咁精彩嘅故事，多謝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觀眾朋友，多謝。咁鄉親朋友，三下兩冇轉台哦，談論先生好好運通。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面書粉絲專頁認證，韓國聽嘢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。